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3年的11月15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78篇，耶利米书31章31节到34节，马太福音第24章29节到35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新约。圣经是由旧约以及新约所组成的。那我们知道有一些教派，他们反对研读旧约，他们说那是犹太教的经典，并且呢，他说我们已经有了新约，就不需要旧的了。那还有一些主张说不读旧约的人呢，他们这样讲，旧约就只有律法，新约才有恩典。但是事实上并不是如此。耶稣基督曾经提到律法，他说，不要以为我来的目的是要废除摩西的法律和先知的教训，我不是来废除，而是来成全他们的争议。我是在告诉你们，只要天地存在，法律的一点一画都不能废掉，直到万事的终结。所以那违反诫命中最小的一条，并且教别人也是这样做的，在天国里要成为最微小的。相反的，那遵守法律并且教别人也同样遵守的，在天国里要成为最伟大的。我要告诉你们，你们要比经学教师和法利赛人更忠实地实行上帝的旨意，才能够进入天堂。耶稣基督明确指出，他从来不是要废除律法、旧约，反倒是要去成全。严格来说，以耶稣基督的标准来看，那些主张不要读旧约的教派，所谓的基督徒们，他们不能够被称为基督徒，因为他们所主张的不读旧约，那不是耶稣基督的教导。耶稣基督提到了，他从来不是要废掉旧约的律法，因为上帝的话语是不能被废除的。他预言将来的灾害，在今天的新约经文这样说道，那些灾难的日子过去，太阳就要变黑，月亮就不再发光，星星从天上坠落，太空的系统也要动摇。那时候人子来临的记号要在天际出现，地上万族万民都要哀哭，他们要看见人子充满着能力和荣耀，驾着天上的云降临。号角的声音要大响，他要差遣天使到天涯海角，从世界的这一头到世界的那一头，召集所有拣选的子民。耶稣基督他讲到说，在灾难的当中，有上帝的应许，就是人子耶稣基督要来临的记号。有一些关于上帝拯救的预言，其实都是从旧约先知的预言出来的。
耶稣基督他又进一步的说道：你们要从无花果树学一个教训，当枝子呈现嫩绿的颜色，长出新叶的时候，你们就知道夏天快到了。同样的，你们看见这一切现象，就知道时候快到了，就在门口了。你们要记住，这一代的人还没有都去世以前，这一切的事都要发生。天地将要消失，我的话却不消失。耶稣基督说，我的话却永不消失。这个就像刚刚我们读的马太福音第5章的经文所说到的，律法一点一画都不会消失。是的，上帝的话语律法不但不会消失，耶稣基督又进一步的赐下了新约，让所有的跟随者能够有一个明确的指导方向来跟随。那些主张只有读新约圣经的人们，他们没有清楚的了解了圣经的教导，就像马太福音所记的耶稣的话所说的，律法不是他要来废除的。那事实上，新约的概念也并不是从耶稣基督开始的，旧约的当中就有几次谈到了新约的概念了。那是因为以色列人背离上帝的道路，上帝就再与他们立下新约，赐下他的恩典跟赦免。耶利米先知这样说道：上主说，时候将到，我要与以色列人和犹大人订立新的约，我亲手领他们的祖先出埃及以后，曾经与他们立约，我是他们的丈夫，他们却迫害了这约。这新的约和旧的约不同，我要与以色列人民订立新的约是这样，我要把我的法律放在他们里面，刻在他们的心板上，我要做他们的上帝，他们要做我的子民。他们不再教导邻人同胞说要认识上主，因为全国上下都认识我，我要赦免他们的罪，不再记住他们的过犯。我上主这样宣布了。耶利米先知传递上帝的话语，非常清楚地指出，上帝要与以色列人、犹大人重新订定的新约，是要刻在他们的心板上。我们是否记得摩西的十诫？上帝是将这个诫命刻在石板上，然后复刻版也是同样的刻在石板上。但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，耶利米说，这样新约是要刻在心板上，是因为是要让以色列人、犹太人去实践的，不是用背诵的，而是要活出这个诫命的生命。今天的诗篇78篇非常的长，请兄姐自己来研读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谢谢上帝从来都没有放弃我们，即便如以色列人和犹大国的人背离了上帝，上帝仍然以慈爱怜悯来与他们重新立约，
刻在他们的心板上，好让他们能够活出新诫命的生命。我们再一次感谢上帝的宏恩，玉洁昨天已经转到普通病房，超越了医生的期待，一步一步的恢复当中。求主亲自保守看顾他，显明你慈爱与怜悯，继续赐下医治的恩典，让玉洁能够快快复原。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